我的外妈，作者高家辉。我的外妈出世伫做事人兜，自细汉就开始斗做事，哭草仔甲牵牛食草。因为伊细汉的时，厝内真散赤，所以无读册，日子真艰苦。毋过因为斗做事，互伊训练甲真坚强，日子嘛是一工一工过。阿嬷讲，伊伫18岁时就去做小工，赶土水甲人起厝，一心就是要趁较济钱的，好通斗换家。伊讲做到要24岁时才无做，因为迄阵我的阿母伫伊的腹肚内伫要出世。我的阿母是长女，伊有一个小弟甲2个小妹。听阮外妈讲，阮阿母自细汉就是好男性，阁足爱对路的，就像人咧讲的，爱哭阁爱对路。话阁讲倒转来，外妈是24岁嫁互外公的，嫁无偌久就有身，后来生阮母仔，带囡仔的过程嘛爱照别个咧。阿嬷阁讲，外公还未结婚之前住伫美乐，结婚了后才搬来高雄的。搬来了后，就开始做生意，卖冬虫仔、生花，通好维持生活。阿嬷严个个性，互我真钦佩，是伊照骨力甲厝呢斗讨趁。迄款艰苦的过程中，伊无怨叹，就安尼一步一步了了做。虽讲日子歹过，伊嘛是足用心的，款厝呢甲照顾囡仔的代志，拢做了互好势。我感觉阿嬷甲女性力量发挥甲真摇的。